前7、8年前我们才开始学，对吧？中学阶段才开始学，所以这是一个问题。但是呢，我们招办的主任曾经跟我说过，移民是一个问题，没错，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，我们再怎么考，我们的总分永远达不到人家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。这个我们大家都清楚嘛，对吧？比如说我是奸杂的，那我们分数线奸杂民众应该是非常好的吧？我想大家可能也听说过，奸杂民众每年的高考录取率也是相当不错的，一直以来都基本上都是母语教学为主。那么还有个奸杂普通中学，虽然我们奸杂民众的它的升学率比我们奸杂的普通中学生高，但是它的分数的区别还是很大。那还是说明了什么呢？在我们青海省这么稍微好一点的一个中学，它的质量跟普通中学比的话，还是怎么样？差。那么马上有些老师就问我，那对呀，那人家你不说的一类模式吗？一类模式怎么还这么差？所以一类模式这个用哪一个模式，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了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刚才我已经把这个拉萨林州县的例子给你们说了，延边的例子给你说了，对吧？所以说这里头就他们发明了一个什么呢？当时他们请我去的时候，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，因为他们不好说母语这个非母语，因为他母语的话，按照他的民族的习性讲的话，他一个母语应该是藏语，但是他们的这个藏族呢，很多藏族从小他就学的就是那个汉语，他这个庄子里头已经不会说黄种也多嘛这种，对吧？就不会说藏语，只会说汉语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为了推广母语教学，而给这些学生去上母语的话，我也是坚决反对的。从民族的感情上，从民族的这个自豪感上，各个方面你讲的话，觉得这个方法可行，这个你本来就是藏族嘛，你不会说藏语这不行，我们用一类模式给你上课，对，这更多，因呢这不根本就更多。就我因呢，就我根本没听这个是我这个成那还是更多，皮下讲不看。皮下更多么这个，这个叫个引导么的这个国对哇，对了，可他对哇个多么个改差这个叫，改差了皮下你看，人家引导么的改过，这个皮下的这个拉差的，加油的改差的那嘛的等于指出些，我们改差加油嘛就我就想话你们也可是那我们都没得，因为呢加油黑就个钱了，从黑下麻将了。我去从整个没给的这送干嘛的？所以问题的根本就在出在这里。我们很多领导他不懂教育，他可能懂教育，但他看到了一些问题，看到什么问题了？他发现，哎呦，汉语要是学不好的话，我们这些学生没有出路，以后找不着工作。这是不是现实问题呢？真的是现实问题。去讲一讲，跟这个嘛，我可能讲的这个大部分什么。小有话的你也估不知道，很个干，对，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。所以说汉语的重要性不需要去说，汉语是非常重要的，一定要学。但是为了学好汉语而牺牲学科知识的做法是最愚蠢的做法。因为汉语对大部分藏族来说，它只是一个工具。它只是一个工具，而我们现在要提高教育质量，你提高教育质量就是提高汉语水平吗？这两个是相等的吗？啊？提高教育质量是不是就是提高汉语水平啊？如果说你们说汉语太重要了，我们就是要学好汉语，那干脆把这个教育性质就变掉，你干脆就变了，就说。我们国乐可能是那么过，我们藏族就是为了学好汉语，我们藏族不需要数学、物理知识、历史、化、地理，什么都不要，我们就要汉语。那干脆，你什么数学、物理、化学都不要开了，就开汉语，对吧？那汉语能不能学好呀？肯定能学。但是你小学、初中、高中阶段的教学目的，不是以学好汉语为主啊，这个汉语只是。10几门课里头的1门课呀，你不能说为了学好这1门课，我牺牲掉10几门课，我牺牲掉数理化的知识，我牺牲掉历史、地理、生物的知识，这个你的教育就是大错特错，你整个国家教育的这个路线你就走错了呀。
说汉语真的很重要，我们真的要学。但是怎么样学好汉语？为什么藏族学生的汉语不好？他哪里学不好？那么问题出在哪里？这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啊！你作为老师要研究这个问题，把这个问题的根结找出来，然后纠正这个问题，然后让他把汉语学好。但你不能说啊，汉语太重要了，汉语不会的话工作就找不上，然后就使劲把所有的你看物理、化学、数学全部用汉语上课，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？12年以后，汉语一点点的提高，但是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历史、地理、生物什么都没学到。那我就曾经在一个会上，给我们当时的一个省委副书记我说过一句话：王川中学改一下，英语现在是世界语言，非常重要，越来越重要，甚至有些大学有些课程直接用英语开课，就不用汉语开课了。干脆我们也改一下，就像我们很多藏族就这样改的一样。黄川中学从高一开始，全部的课程用英语上课，再不要用汉语上课，这是跟世界接轨嘛，对吧？我就这样说了，说了以后，我说完以后问了一个问题：那么3年以后，这么好的一个中学，还能有几个能考上全国重点大学？我就问了这一个问题，在座的没有一个人给我回答。为什么呢？谁敢回答？因为我们的英语水平在那放着，然后你从高一开始，如果全部用英语上课的话，学生对该学到的知识，能像用汉语来接受一样那么容易吗？肯定不容易了，对吧？那么他的教学质量就大大的下滑，大大下滑的结果，他还能有那么多的学生考上重点大学吗？不可能。所以，当我把英语的这个工具掌握了以后，我就可以用了。美国人，我们学，比如说微观经济学的时候，他必须要去学专门的补习这个数学、微积分，他必须要补习，他不补习他听不懂课。我当时就很舒服啊，我不需要补习，我是数学老师。所以说，我的脑子里头这个知识比较扎实，当时，所以我学起来就比他们容易。所以我拿到 A， 他们当地人他拿不到 A， 我拿到了，他没拿到。这也是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东西。所以如果脑子里是空的，没有学到知识的时候，你再讲漂亮的英语没有用的。就像我们一样，如果说你脑子是空的，没有学到应该在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学到应该学的各门课程的知识，说白了就是数理化、历史、地理、生物等等的知识，你如果没有学好的话，你的汉语水平再好，我不相信你会找到工作。你就算找着了工作，也是临时的。当别人发现你是空脑子的时候，走人。但如果你发现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，你刚进去的时候，你的汉语水平差一点，你过不了多长时间，你就肯定会长期在那任职，因为你的才华，当你的语言，等一会儿我们再来的时候我们讲，语言其实非常容易学，你只要掌握了，只要把这个工具掌握了，我就能很好的去应用自己的这个知识。但如果你没有知识，语言这个工具就掌握不了。休息以前，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，关于这个汉语学好汉语的一个例子，是谁说的呢？吉林省，还是那个吉林省教育厅的这个民教处的处长，他总结了一下，大家可能听说过。他说我们最后发现，他们有个问题，我刚才说了，他们有一个中学，像北大、清华这种重点大学考20几个人，他们都觉得今年不好，对吧？刚才我说了，说今年不好，那么他的教育全部是母语教育，全部是用朝鲜汉语。但这些学生呢，有一个问题，进了大学以后有一个问题，他是可以考到北大、清华，但是在大学的时候，他突然大学的时候，人家不可能再用朝语给你上课了，对不对？全是汉语了。所以据我了解，他们开始有点问题，因为他的汉语虽然学了12年，他一下子还是就像我到美国一样，一下子还是不行。但是呢，过不了半年，他掌握了，因为他已经学了12年的汉语。然后在那个环境下，马上因为他的知识已经有，考大学的时候，他能考到北大，说明他这个分数线非常高，他进去了，说明什么呢？他把小学到高中阶段的知识他掌握了，
所以他能把数学、语文什么考得非常高。进去以后，刚开始语言掌握有点困难，但是解决了语言问题以后没问题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所以说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他们也说我们当时也是一个错误。那么最终到了我们这个师大办那个英语培训班以后呢，我对这个话的理解呢就更深刻了。他们说了一句什么话呢？就说汉语文你要去学习它，是你要作为一种修理工呢，你还是要作为一个驾驶员？不知道大家理解了没有？开汽车容易不容易啊？爬去这里，我去这说你讲的那还那个，这里去打他们一个就说几个句，修理工需要几年呀？10几年都不一定是个好修理工。这个可惜是这个呢，讲个我们少数民族，他说，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，我们就说藏族，大部分藏族汉语文对他来说是工具。既然是工具，就像汽车是干什么？汽车是不是工具呀？就工具一样，你开车就行了，会开就行了。我不需要做修理工。你不会修车的司机可能不是一个好司机，但是你只要开得好，你不要闯红灯，简单的知识掌握，你肯定能把车开好。现在是专业化的服务，车坏了我打个电话，你过来给我修车就行了嘛。所以说汉语也是这样子，我们学汉语就是成为驾驶员，能开能用，学一个念一个，打一个，打这个那个就语法吧，还是干嘛就这么够。但俺们我跟他们看的可以就是，但心情很但对，等我这个才能成功呢，加油讲究红个咋几的都。